呼吸練習。首先，請你可以選擇坐喺凳上面，或者地面嘅坐墊上。請你調整一個舒適嘅坐姿，保持住背部嘅挺直，肩膊打開，唔太緊，亦都唔太鬆。你可以將手放喺一個舒適嘅位置，舌頭輕輕咁接觸住口腔嘅上顎，覺察住身體裏邊嘅感覺，留意住身體各個部分出現嘅感覺，同空氣接觸嘅感覺，同衣物接觸嘅感覺，保持住身體嘅放鬆，對任何出現嘅感覺保持住一份嘅好奇，接納呢一啲感覺嘅出現，接納呢一啲感覺嘅消失。而家你可以將你嘅覺察輕輕咁放喺你嘅呼吸上面，保持住自然嘅呼吸，唔需要控制呼吸嘅速度，只係純粹覺察住自然嘅呼吸。你可以將覺察輕輕咁放喺你嘅鼻孔附近嘅位置，感覺住空氣撞擊鼻孔附近嘅皮膚嘅感覺，又或者將你嘅覺察放喺腹部升降嘅感覺。而家你可能會覺察到你嘅心有啲嘅散亂，有其他嘅念頭或者思想出現。呢一個唔係一個問題，呢個係好自然嘅。你只需要輕輕咁覺察住呢一啲思想嘅出現，然後溫柔咁樣帶返你嘅覺察去返你嘅呼吸上面，覺察鼻孔嘅位置，或者腹部升降嘅感覺。每當你留意到你嘅心嘅散亂，又輕輕咁邀請佢返返嚟呼吸嗰度，嘗試保持一份嘅耐性，亦都對自己一份嘅溫柔。而家你可以覺察你全身嘅感覺，你嘅坐姿，欣賞你剛才幾分鐘嘅呼吸練習，亦都可以祝願自己有一個美好嘅一天。